你有冇發現身邊總有一啲人，好似去到邊都特別多人留意，身邊好似總有唔少欣賞佢嘅人，戀愛機會亦比其他人多。但奇怪嘅地方係，桃花多唔代表感情就會比較幸福。有啲人成日喺曖昧、熱戀、失望同分開之間不停打轉，每一次好似都遇到心動嘅人，但最後又未必可以穩定落嚟。相反，亦有人戀愛經驗唔算多，甚至桃花唔特別旺，但最後反而可以建立一段長久而舒服嘅關係。所以問題就係，桃花多係咪真係代表感情好？桃花唔係代表幸福程度，佢比較似一種人際吸引力，講緊一個人容易唔容易被人注意，容易唔容易同人產生情感交流。換句話講，桃花代表嘅係遇見人嘅機會，而唔係維持關係嘅能力。真正影響一段感情可唔可以行得長遠，好多時唔係桃花，而係一個人點樣理解愛，同埋點樣面對親密關係。不過如果自己內心安全感唔夠，就可能容易追求一種強烈感覺，而忽略一段關係真正需要嘅穩定。再講正財同偏財，好多人成日聽到財就以為只係講錢，但喺十神入面，佢亦可以用嚟理解一個人點樣投入資源去經營關係。正財比較似穩定付出，答應陪伴就願意花時間，答應照顧就會慢慢做到。呢種力量反映嘅係長期累積信任嘅能力。偏財就比較開放，容易接觸新事物，同唔同類型嘅人建立互動。呢類人通常比較有吸引力，亦容易同人熟絡。但如果界線唔清楚，就可能容易被新鮮感帶動，令原本重要嘅關係慢慢受到影響。所以有時唔係一個人唔識愛，而係每一次新嘅心動都令佢重新思考自己想要乜。而當選擇越多，反而越需要知道自己真正重視嘅係咩。八字入面仲有合、沖、刑、害呢幾個概念，唔需要將佢理解成單純嘅好或者唔好。換個角度睇，佢比較似描述人同人相處時容易出現邊類互動。合可以理解為容易靠近，容易產生吸引。有啲人第一次見面就覺得好多話題都講得埋，呢種就係容易建立連結嘅情況。但吸引唔等於適合，有時越容易靠近，反而越容易忽略真正需要磨合嘅地方。沖就代表差異同碰撞，兩個人價值觀唔同，生活節奏唔同，表達關心嘅方式唔同。問題唔一定係衝突本身，而係有啲人一遇到問題就會覺得你係咪唔再愛我？刑可以理解為內心壓力慢慢累積。有啲人喺感情入面成日要求自己做到最好，害怕令對方失望，結果關係唔一定越來越舒服，反而可能令自己越愛越辛苦。另外有一點都值得留意，就係細個成長經歷。八字講六親，可以理解成一個人同重要關係之間嘅互動。一個人由細到大接收到嘅愛、肯定同要求，都可能影響佢之後點樣面對感情。例如有人細個比較少得到肯定，長大後只要有人欣賞自己，就容易快速投入，希望透過對方證明自己係值得被愛。亦有人從小要求比較高，所以成年後仍然習慣追求認可，容易吸引到同樣高要求嘅關係。仲有人因為缺乏安全感，即使遇到好嘅對象，都可能不停試探，擔心對方有一日會離開。呢啲未必係命運安排，更可以理解成過去
經驗慢慢形成嘅相處習慣。而桃花較旺嘅人，因為遇見更多人，亦可能更容易重複面對自己未處理好嘅情感問題。外人睇落可能會覺得，點解佢成日換對象？但背後可能只係同一個問題，不斷喺唔同關係入面重複發生。所以八字有趣嘅地方，唔係用嚟判斷邊個一定幸福，邊個一定失敗，而係幫助我哋了解自己，睇清楚自己點解會有某啲反應，點解會作出某啲選擇。桃花代表機會，唔代表結果；魅力代表吸引力，亦唔等於成熟。真正影響感情質素嘅係，當有人真正走近你時，你有冇能力建立信任，面對問題，保持界線，同時理解對方需要。如果將八字當成一套觀察人性嘅模型，每一種十神，每一種組合，都只係反映某啲可能出現嘅性格方向。佢唔係人生判決，亦唔係替自己貼標籤。理解八字真正價值係幫助我哋知道邊啲反應來自過去，邊啲選擇可以由今日開始慢慢調整。或者真正值得追求嘅，唔係令更多人愛上自己，而係當愛情真正出現時，自己已經有能力用理解、信任同耐心，將一段關係慢慢經營好。如果你鍾意呢類用八字、風水、奇門去了解自己，同埋睇人生唔同面向嘅內容，歡迎訂閱頻道。之後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多命理相關內容，包括八字、五行、生剋、十神分析、風水佈局，同埋奇門入面講到嘅時機判斷、人生選擇等等。如果今集內容對你有啟發，歡迎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，訂閱頻道，同我哋一齊了解八字、風水、奇門背後更多有意思嘅內容。